训啊，哦，可以去训。哦，光教会。哦，永光教会。对，我们家。那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欢迎大家返来咱永光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过2分钟，咱礼拜就要开始咯。提醒大家将手机关机，也是开做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平安，平安，哈利路亚！今日透早，咱要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俄罗咱的上帝。邀请大家对座位长起立，起立，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信心我邀请你，信心我邀请你，信心我欢迎你。信心我欢迎你，信心我靠无你，信心我靠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心就伫咱的教会，就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邀请你甲隔壁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哈利路亚。咱要做伙敬拜俄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哦，咱要用主的祈祷文来做伙来讲，哈利路亚！做伙来祈祷，请。愿你天地的边，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拍鼓啊，来俄罗咱上帝，哈利路亚。
拢要成就，阿门。阿门。邀请你甲隔壁的人讲，上帝伫你身躯顶的应允拢要成就，上帝伫你身躯顶的应允拢要成就，哈利路亚！因为天父恩典真正大，咱继续来学乐上帝。健康甲喜乐的上帝，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继续来到主的面前，用咱的声敬拜伊，哈利路亚。因为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大，这么大，哈利路亚。 做伙举起咱的双手，咱伫这个时阵，就来到主的面前，唱歌互伊听，哈利路亚。以真实的心，行互伫你面前，开
我心梦，予我看见，因感阮的心，领受我命水泉，是对你来的温柔谦卑，因真实的心，行好伫你面前，开我心梦。予我看见，因感阮的心，领受我命水泉，是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予你稳定，你今日关心我，予你稳定，你老保会为我。
即时咱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至40节。请几日日后，保罗对巴拿巴讲：“咱搁来去前团主的信息遐个城市探信徒，看因的情形。”巴拿巴爱买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去，毋过保罗想讲无适合，因为马可捌伫邦菲利亚离开因，无继续甲因做工。因两个人意见激烈冲突，计较着分开。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保罗经西拉，信徒将伊交托伫主的恩典，伊就出发。圣经共读到这，愿上帝的话成做咱一生的帮赞。刷落来，咱邀请咱敬爱的何照明长老来正道，伊的讲题是神的旨意甲恩典。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今仔日大牧师也来讲信息的分享啦吼。因为咱教会今年开始有推动咧2年的读经的计划。读经读到使徒行传的时阵，牧师就敲电话互我，伊讲照明，我甲你讲吼，阮吼离10月就是即个时阵，要去美国。伊讲要邀请你来今仔日礼拜中来做讲道的分享。我就甲讲好啊，好即声我就嗨啊，我就烦恼几啊工，我就应该袂使甲讲好才对。所以我就就开始咧烦恼咧等啊，我就一点后悔，我就后悔。后来我就想讲就讲好啊，所以我就开始想要用倒一节的经文来做分享。拄啊好，咱就咧读到即个15章即个所在，所以我就想讲无就用即章的经节来做分享安尼。所以我伫遮我就决定要用《使徒行传》来做今仔日的讲题的分享。所以讲，这嘛是信心的带领啦吼。因为《使徒行传》伊就是咧讲信心的工课所以伫主耶稣一开始伫即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伊就安尼讲伊讲我无用台语的啦吼我再来讲即个意思。伊的意思就是讲，圣灵降临伫恁的身躯，恁就要得到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迄当就想讲，即个圣灵要降临伫我的身躯所以我就迄当阵就心就较稳落来安尼就袂遐惊吓。我过去是有两届捌伫讲台安尼分享，即届因为久无像牧师安尼逐礼拜有安尼我是久讲一遍，当然小可心内会小可有一寡烦恼惊讲分享了无好分享了大家无意爱所以我就有一点即种心内的担忧啦所以我就勇敢来就答应牧师。所以伫即个顶悬呢，我就来要甲伊讲，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旨意，你就会看到圣灵甲你同在，信心甲你同在，你就有见证，你就有恩典。所以信心的降临，毋是干那记载伫圣经内底尔。信心的降临乃是要揭开即个是咱即摆的世代，就是信心的世代。所以咱讲咱的神是啥物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甲圣神。我过去我咧想，我咧读圣经，咧想圣父的时代应该是讲耶和华的时代，就是旧约。你看咱看旧约拢是哇，耶和华吩咐恁安怎，耶和华讲安怎恁就爱照做。恁若无做，耶和华上帝就要甲你用一寡问题
互你去承受吼。啊，圣囝就是主耶稣的时代，啊，咱就是甲生育的这个时代。信神啊，就圣灵的时代，就是即摆咱这个时代。哦，圣灵甲咱同工，所以咱看到咱即摆是啥物时代？信神的时代。所以圣经嘛咧讲，伫五旬节的时阵，遐信神拢充满伫遐门徒顶悬，互因有胆量会当大声来讲主的见证。这就是讲信神虽然圣灵虽然咱看无，但是伊就是像啥？像风安尼无？风有当时会吹啊，对你边仔吹过，但是你有感觉无？有啊，风吹过要吹对倒去，你有感觉，但是你有看到无？无，你看袂到风，但是你有感觉讲风伫你的边仔。所以虽然信神看无，但是咱知风有伫咱的边仔。所以你内底圣经约翰福音嘛咧讲，风随着伊意思来吹，但是你听到风的声音毋知伊对倒来对倒去，但是对圣灵生的嘛是安尼，就是讲咱因为咱是顶头生，咱嘛是圣灵甲咱同在，圣灵甲咱同在嘛是安尼，所以咱是毋是有圣灵甲咱同在？有无？有，所以咱大家毋通袂记哩，圣灵甲咱同在。伊就是那像讲有一阵风吹过，风吹过了，你就感觉。以前你使徒行传有咧讲，你五旬节的时阵因无遐门徒组织做伙，你一间厝内底组织做伙，突然间一阵的大风吹落去，就圣灵就充满，遐人就圣灵充满，因就是讲起别国的话，有无？有这个迄个经节内底，所以咱就看到讲。信心嘛是安尼，咱虽然看无，但是伊伫咱的身躯边，要经历伊的作为，所以咱平常时你生活嘛是安尼，平常时咱咧生活拢讲咱会讲起一寡见证，就是讲伫工课上你有啥物见证？伫你的身躯顶面，伫你的经济，伫你的财务，遮有时咱拢会甲咱的兄弟姊妹来讲即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对倒来，就是信神为咱开路。这个开路就是爱咱知讲，咱天父有差遣一个保惠师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就是真理，就是信神。伊要来，就是要啥啦？要为咱，要为伊来做见证。所以见证就是啥？见证就是活伫上帝的旨意当中，嘛是恩典的故事。大家有阿门吗？所以咱会需要的是上帝开咱的心，所以毋那干那是照咱家己的意思，照咱伫咱即个世上的经验，乃是来理解上帝的旨意伫倒落。所以咱毋那讲咱要安怎，但是咱做每一项代志，咱都爱爱看准对焦于神啦，就是咱爱注目伫上帝顶面求上帝，互咱的意念会当转化。会当看见咱每一个选择，看见每一个的改变，甚至看见咱每一个人冲突的背后，拢有伊奇妙的恩典。所以，咱今仔日我所要来分享的《使徒行传》15章36到40节的中间，保罗甲巴拿巴因有一个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当中，互咱做伙来合适。伫无共款的这个思维中间，看见上帝旨意甲恩典，所以咱会当来讲，照上帝旨意，心灵就会得安逸。咱甲隔壁讲，你第一部分我就要来讲，伫这个保罗甲巴拿巴因有一个争论，咱拄有读个圣经伫迄个争论的中间，咱要看见上帝的旨意。今仔日经文内底有讲，哇，伤济啊吼！我大约来讲一下吼。我要讲的就是，咱看的这个这节的经文是咧因第二摆要宣告，就是保罗甲巴拿巴讲咱来去向这个过去的这个信徒，咱向因来看卖，看因的状况是安怎。这是第
第二摆的宣告，但是第一摆的宣告，圣灵讲，我要分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吼，这无共款哦。你甲看，第一摆宣告，咱看到圣经安尼写巴拉巴甲扫罗；第二摆宣告，圣经写保罗甲巴拉巴，迄位置是毋是有调换？第一摆宣告是巴拉巴囥头前，扫罗囥后壁；第二摆宣告保罗囥头前，巴拉巴囥后壁。所以咱你看，保罗还未扫罗保罗的进前叫做扫罗，哦，所以还未改做保罗的时阵，扫罗是伊的名时阵，巴拉巴拢伫头前。恁去看圣经的时阵，你就看扫罗伊当阵还未名还未改保罗的时阵，伊的名是伫头前。所以伊即个提议吼，伊甲巴拉巴讲，咱来看咱遐过去遐信徒的状况安怎，就敢若咱即马是毋是嘛拢安尼？咱即马拢会讲咱要来看卖咱的关心也是讲咱要来跟进，要来牧养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有时咱咧关心会友、关心小组关心咱是大人，这就是关心咱的信徒，就是即马保罗甲巴拿巴要去做的代志。因就讲，咱来看卖咱过去咱所去传福音的这些信徒，因即马过了好无？伊就要甲巴拿巴要相招咱来去看咱即马关心关怀拢有安尼这就是要搁去甲栽培过去伊所传福音的这些信徒。所以咱即马嘛是拢安尼咧做，咱即马咱教会有真侪的栽培。就是咱即马有一个培育学校，就伫栽培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的造就，互因的信仰的造就，搁较提升，搁较提悬。咱毋免去甲神学院，咱的教会就会当来学习。搁有咱的小组嘛是，咱的小组有当时咱的遮个同工会去甲你探访，会去甲你关心，会甲你祈祷，过来。就是咱的教会关怀部，教会关怀部就是去甲探访祈祷咱每一个会友。我有一个机会，就是迄个豆豆伊就伫关怀部，伊就甲我讲吼，咱进前毋是咧燕桥哩迄个病，迄个身体无好势就住院。豆豆伊就讲。伊甲迄个诗词甲民谦讲，咱来去看燕桥，诗词甲讲，阮进前看过所以安尼敢要过去，安尼其实民谦伊拢有先去甲探访过。倒伊讲无咯，我是关怀部的，所以我一定爱去。伊讲关怀部的，所以咱关怀部一定爱派人去甲关怀，爱甲关心这嘛代表教会，所以这就是。咱看到旧约安尼做，咱教会即马新约，咱即马信心的时代，咱嘛是爱安尼做。伊就讲我嘛要来去甲看，所以伊甲燕桥的病房，伊就讲倒者，我看到你来就敢若看到见证，安尼讲甲安尼，安尼心内拢好起来安尼讲看到伊那看到见证倒就讲规个头壳拢问号，差不多10个问号啦，10个问号伫头壳内底。哪会安尼喏？伊讲伊就一届讲迄塞个娃娃车伫斑马线停，还是早起早起伊可能嘛无想要来教会款，就去拄着倒者甲迄小玉，来徛倒摆安尼过。你有要来教会无？你安怎？伊讲你等红灯拄仔去互看着，讲安尼。甲讲你也来教会燕桥可能心内歹者，好啊，我会来所以伊就塞伊来这个是这个上帝的旨意啦，你知道上帝的旨意爱燕桥爱来，所以咱看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我有一届嘛是上帝的旨意，有一届永伟长老，毋是迄个嘛身体拄好无好势，我迄当下晡5点外，我就。敲电话予伊，伊无接，就迄个因太太嘉瑜接，无我来敲伊，毋是伊接的，我就敲伊，
后来伊就摕永伟长老听，永伟长老啊，你听讲你即摆你急诊呢，哇，安尼吼，伊就讲伊就甲我讲状况，你免来，你莫来，哇，我拢好好诶，伊就吼，家己拢讲家己好好啦，啊，医生讲搞不好爱去加护病房，伊讲我即摆都好好啊，免来，你免来，莫来。我讲啊，毋过吼，我即摆伫双连教会呢，啊，我顺路伫马街嘛，其实双连教会就伫马街边仔尔。啊，我咧想，这敢会讲拄啊好上帝旨意，讲叫我去马街，啊，我即摆我要甲讲，我要去甲看，拄啊好势，哦，我就讲，我即摆伫马街，我会再去甲你看，无问题啦。我毋是超工要去甲你看，我是去马街顺路要去甲你看。啊，伊无我法啦，所以我就去啊，去了就去拄到，哦，遮伊个天凯吼，对吧？永伟长老是咩咧？啊，就伫遐啊，就甲因关心啊，最后甲因祈祷一下呢。啊，这个是啥？上帝的旨意，上帝有迄个分野，要互你去到遐。其实毋是要互你去到遐，是早起伊永伟长老的身体无好，吼啊身体无好势，啊去到马街遐啊，你急诊遐，伊讲免去，啊结果我人就伫遐，谁叫我免去？哎，我都毋是一定爱去啊，毋过上帝当讲，你去双连教会，我拄啊好，啊就去啊，拄啊去甲探访拄好，一个探访去啊，到7、8点安尼，啊伊嘛真欢喜的吼，所以这就是啥？这就是咱看去，而且探访啊，所以咱即摆佫看就是探访，伊是一个过去甲即摆拢一定有的一个代志吼，所以咱咧看37节，咱看巴拉巴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东去。马可伊是第一遍吼，伊就无去，这我等下再佫讲。但是巴拿巴这个人吼，大家毋知有捌伊，伊就是一个真温和、温柔的一个过去的一个门徒啊，所以伊真鼓励人，所以伊的名叫巴拿巴。其实伊原名毋是叫巴拿巴啦，伊原名叫做约瑟。啊，这个巴拿巴就是咱讲的劝慰之子啦。咱有当时拢会讲，啊，你是什么之子？哦，那刚刚像你足够啊，以前讲你是台湾之子，还是什么之子？就好像讲，你就是这项代志，你专门的啦，哦，劝慰人啊，劝勉人，哦啊，伊是这个人有这种性格，所以伊初期你教会的时阵，其实保罗嘛是巴拿巴甲介绍伊去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遐，因为保罗过去是叫扫罗，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啊，所以以前的遐个基督徒呢，无爱扫罗这个人，因为伊感觉伊毋是甲我行共阵的人啊，伊是毋是正经要来甲我基督徒遮门徒做伙，伊可能在咧受空要甲我迫害的款，但是巴拿巴无安尼想，扫罗伫迄个大树遐，伊就伫遐后3年，巴拿巴就信心的差遣，讲你甲找来，所以伊就叫保罗来，所以因两个就是真好的朋友。所以巴拿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圣灵嘛充满伊，伊是一个真顺服主的人。所以伊咧看见第一遍宣教时，马可离开，但是伊感觉伊要带马可。当去做第2遍的宣教，就是要去看遐个信徒好无，要去，伊就要带因去。所以伊的心中感觉这个少年仔，就是咱讲的马可，会当过上帝过来使用。所以伊咧要带因去，伊就感觉，这一定爱甲保罗讲一下。所以，但是呢，咱拄仔读的是我这无用台语的，这是华语的，所以但是咱拄仔读台语是讲啥？伊讲巴拉巴因为马可伫过去离开因，无甲伊同做工，所以感觉伊袂使带伊去。伊就讲我无要带伊去。保罗是一个非常谨慎，咱讲的谨慎啦，谨慎的人，嘛足重视即个考课的当工，所以无希望讲过去你第一遍宣教时叫无讲安怎就走去，伊感觉这安尼无讲好势，所以伊就真烦恼讲，我即摆若搁带伊去，是毋是伊嘛会搁影响即个事业？
事工。所以伫即个马可的事件当中，看到巴拿巴伊就讲伊要带去，但是咱圣经讲因两个就起了冲突，台语写搁较迄个激烈哦，伊讲剧烈的冲突哦，两个其实是咱讲台语讲啥，两个就变面啊啦，安尼啦吼。台语讲两个变面啦，所以咱即马东港遮内底有变面，我毋知有无。来伫咱教会无啦，咱教会拢足顺服的哦，是毋是？啊，不管长老啦、执事啦、小组长啦、甲牧师啊，逐个拢足顺服的。就算讲有意见，嘛袂讲啦，哦，逐个嘛袂讲。祈祷啊，求信神会当来引带带领安尼吼。所以两个就感觉伫即第二遍的宣告当中，因两个吼，就一寡意见无合，就真大迄个争论啊。彼此就要分开，所以因两个就分开吼，分开去。保罗就加另外一个咱后来一个讲西拉，保罗巴拿巴就带马可吼去，伊就去伊第一摆宣教的所在，伊就加马可去第一摆宣教的所在，就去到遐就是迄个叫居比路啦，居比路，伊就是一个小岛，伊才坐船过，但是保罗是行路行足远的。伊就去什物马其顿啊，伊行足远的。所以即两位门徒、使徒，其实因拢毋是拄信主，因是捌做伙冒险，建立教会，经历圣神的同在，信心大能的领袖。所以因即两种无共款的看法，其实拢有因的立场甲考量啦吼。所以咱你看到一个是注重稳定甲生存，一个是注重责任甲稳定。即种的，这是疼心甲原则的张力啦。无共款的想法，但是毋是讲倒一个对，倒一个毋对。所以你教会，咱教会有时嘛是会即种的情形会出现哦。你无共款对神的角度来看，那像两个。无共款来起足大的争论，其实是开启两条无共款的宣教的路线。这两条无共款的线分头进行。上帝旨意是，互因行无共款，毋免安怎互因感觉那像争论，但是因是两个无共款的路线。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上帝旨意总是无一定讲的是透过。大家拢有一致的即个想法，也是讲无共款，也是讲有拢做好势即种情形，但是伊拢是和平来实现。所以伫咱即个伫咱上帝眼中，咱有当时有争执啦，嘛有迄个咱讲分歧，有即种的经历，但是。咱拢推动伊的计划，所以伊毋是要爱人来冤家，来争论，但是伊要用的，伊要用啥物？用人的软弱甲限制，完成伊搁较大的旨意，是毋是安尼？所以咱来讲即句：领受上帝的旨意，人生就如意。咱做伙来讲。第二，就是伫软弱中经历上帝的恩典。咱看到咱人拢会软弱。我咧看圣经的时候，敢若我感觉，我家己感觉，敢若有两个在上面有两个主持，我感觉因是没有问题。上界用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咱来看耶和华，过来是耶稣。其他的拢有软弱的时阵，不管是旧约的亚伯拉罕、摩西。约书啊，过来咱一直看到后壁，有足侪士师记，基甸嘛好，啥物参孙、新约，咱看保罗、看彼得，其实因拢有软弱的时阵。所以咱人会软弱正常无？做正常，但是咱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啊，这是一个互咱足重要的一个功课啦。因为咱总是人，咱总是。迄个咱讲是血肉之躯啊，咱有时上帝无
阻碍咱的想法，阻碍咱的意念，阻碍咱要安怎做。但是上帝总是会甲咱同在。伫第40节伊讲，保罗竞选西拉，嘛出去啊，因安提阿的教会的这兄弟呢，就将因交伫主的恩典中。西拉就是保罗甲西拉因是毋是去宣教？甚至有一届你家内底有，咱会记哩无？迄有上个圣经有记载，因你家内底去互关，有唱歌、祈祷，毋是地动，毋是地动了，什么迄个监狱门嘛拍开去啊，毋是一个狱卒，就安怎迄还佫看圣经啦吼。大约就是后来迄个狱卒嘛是上帝的呼召，你嘛是真做上帝的囝儿，连因全家拢得救。所以这个西拉伊嘛是一个真顺服主，所以保罗选的总是伊感觉这个同工是真好势的一个同工，所以伊佫展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旅程。所以因去到倒马其顿，伊嘛去到希腊，嘛去到迄个欧洲的所在，甲福音带入迄个所在。伫服侍当中，咱虽然有无共款的看法，也是策略的选择无共，但是也是讲对人的判断有落差，对人的判断。但是咱若愿意谦卑，寻求上帝的心意，就会当伫遮的迄个张力内底学习更较深的信靠甲顺服。安提阿教会兄弟呢，拢为因祝福，无因为因两个产生迄个冲突，就感觉因两个无受祝福。安提阿教会遐个兄弟姊妹嘛是为因祝福，所以将因交托伫主的恩典当中。所以咱教会嘛是，咱教会要去布道，咱有诶咱无参加袂要紧，但是咱为遮个来祈祷，为遮个为去传福音，有去报道，有去街头报道，有去参与小组咱的幸福小组的报道。虽望咱无参加，有要紧无？咱为因祈祷，为因来祝福，安尼因都会伫上帝的恩典当中得到更较侪的祝福甲恩典，会将这个福音更较简单，就传到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的心中。感谢安尼。所以咱看见咱家己的软弱，但是上帝拢是一直伫支持咱，甲信任咱。上帝将来都毋是要用完美的人啊，你100%无问题。上帝毋是安尼，伊是要用啥物人？愿意互伊引带的人，当咱放下家己的情绪、立场甲坚持的时阵，上帝的心意，就会伫这个人无完全的中间，看见上帝的完全。大家有阿们吗？上帝伫这个奇妙的过程当中，咱看见有一个角色，就是马可这个人。马可这个少年呢，其实因我有去查过，其实马可伊的背后，其实伊的家境是袂歹啊，家境真好。咱要讲咱遮家境有一个较好的无？咱遮像是较好个哦。其实咱大家拢做好个，好个举手，有阿们吗？有无？我有当时你小组人讲你做好个咱拢安怎回答？哪有啦，无啦，我哪有好个？大家拢人讲无，但是你爱阿们啊，你人讲你好个，你无讲好个，你就无说上帝祝福。有时咱就去用亏啦，所以明天你有好个，长老你有好个，阿们嘛，对无？所以人讲你有好个无？有啊，哪会无好个？我阿们啊，你要爱好个有啊吼。虽然这是物质的生活，但是咱总是家己的物质的提升会更较好。感谢呢。所以伫迄个马可伊就是这个少年伊第一摆的宣教，伊到一半伊就先落跑，但是什么原因圣经无写，圣经无写，就是讲
伊就转去耶路撒冷，就是，但是伫即个过程当中，伫保罗的眼中，伊感觉伊安尼袂使，无够好势啦，无够人讲无够成熟，嘛无迄个，咱讲的担当无够，所以你第二摆时阵，伊就无想要带马可去。但是巴拿巴无安尼做，所以伊互伊第二摆机会。其实，咱咧看即个过程当中，咱会当看到讲巴拿巴甲马可因去服侍过程，其实伫伊的保罗的批信内底，咱嘛会看见，其实伊结出了真宝贵的即个果子。我会记得伫实验小组，咱教会以前是叫团契，也有雅歌团契，嘛有社青团契，也有相连团契。但是要转小组的时阵，牧师会迄当讲，也要选15个，要用迄个实验小组。15个内底呢，其实拢是长老甲执事。15个内底，有一届我就差不多坐咧基甸的位置，基镇啦我坐咧基镇遐，礼拜结束了，迄人潘牧师伊也毋是牧师伊是牧师娘。咱讲伊也未去台湾神学院，搁去受造就，未做牧师，伊就来甲我讲，赵明你嘛来参加这实验小组内底其中一个，我想想，牧师周牧师讲，爱伊去讲才会使哩潘牧师你讲，我心内咧想啦，你讲的应该无准算，所以呢，过一礼拜就要聚会，迄当时高长老搁有伫咧就聚会讲毋知去送因兜，要聚会，迄礼拜我就无去啊。我想讲你凊彩讲，你叫我去，拢长老即事我迄当啊无，长老即事叫我去。我想讲，我一个弟兄，我搁坐壁角你叫我去，我想讲，你凊彩讲，我就无爱去。我这心刚硬，你知无？我就无去。结束了10点潘牧师看了，赵明你哪会无来？我你著凊彩讲，我可能无爱去。你也毋是牧师你也无牧师爱讲周牧师爱讲我就无去。因为你爱来你哪会无来？安尼我就讲我知我第2摆就会去。其实永伟迄当阵就伫定伫内底我第2摆我才去。所以迄当阵我感觉，我感觉我是马可，你知无？马可安尼会伤过离谱无？无啦，我是安尼家己亏家己啦就感觉讲，即个即个巴拿巴要搁选我去一届，我拢坐壁角就将来无你参与这甲我其实无啥关系。所以我就后来第2届我就去我就过去所以过足侪年了我即摆搁讲转圣经啦，毋是我过足侪年了我搁讲圣经就是保罗写批互提摩太，伊安那写，伊就讲你来时阵甲马可带来，讲因为伊伫服侍对我有利益，对我有益处啦。即句话背后就是讲啥？讲马可伊的性命有迄个翻转甲成长，嘛是上帝恩典的介入甲医治。搁较重要的是，马可去互保罗拒绝，后来成做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福音是写伫主后大概是65年到70年的迄个时阵写的。所以马可伊写落来，记录耶稣的生业甲教导，成做咱后来历代教会的祝福。所以马可的即个事件提醒咱，一个人的过去袂当定义伊未来伊捌失败过，捌无去互接纳，无去互看好，但是只要伊回转来到上帝手中的时，上帝会当重建、恢复，甚至大大使用伊。所以伫即个背后呢，
咱看去有一个愿意成全的人，就是巴拿巴。伫咱过去，咱看圣经，其实无真侪写过巴拿巴这个批信。伊无像保罗遮尔有名声，但是伊选择搁互马可一届机会，互伊信任甲陪伴，信心就伫伊的顶面来做工。巴拿巴伊无做啥物轰轰烈烈咱国语叫轰轰烈烈的代志，但是伊是成全别人，所以伊退伫第二线，退伫后壁。就若像咱今仔教会有真侪人是伫后壁，你服侍。有个人咱拢看袂到，但是伊有做无？有啊。当你后壁服侍，咱无看见。所以咱教会需要的，嘛是有爱像巴拿巴即种的属灵的老爸啦、老母安尼吼，愿意陪伴，愿意相信，愿意无急着要看到即个效果，愿意扶持，愿意长期来陪伴伊。保罗伊搁较济会当互咱来学习。保罗捌讲话讲，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我无以福音掠做见笑，但是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啊！伊要救一切相信伊的人。伊对一开始的拒绝，甲后来接纳，显出伊属灵性命的成熟。伊嘛无坚持讲我外敖，真敖的人拢袂坚持讲伊真敖，拢真谦卑、顺服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头前。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真正的这个成长啊！咱看见伫真理的坚持，保罗伫真理的坚持的同时，伊嘛施恩，嘛接纳。咱看见这个伫圣经内底一开始，我有讲过，巴拿巴甲扫罗，后来拢讲变成保罗甲巴拿巴。这个主谓的异动，其实咱就看见伫圣经的记载，主谓有异动啊。所以，你每一个人的性命加减拢有马可的这个时阵啊。咱有失败过，有灰心过，有去用误会过，拢有真多。所以，但是上帝的恩典有甲咱放杀过无？无。上帝的恩典依然甲咱同在，所以咱就爱安怎等待，咱不管是上帝拢会甲咱扶持，互咱忠心搁徛在，互咱会当成做伊手中的这个器皿啊。所以咱会当过来甲隔壁讲讲一个人的过去，袂当定义的未来。所以咱甲隔壁讲互别人机会，上帝就互你机会。对，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咱都爱互别人机会，唔好家己无互机会，家己一直做安尼啦我伫过去你有一个伫阮小组有一个兄弟其实伊是一个医生，我咧讲大家拢知，伊是一个医生，伊一个进前呢，伊有咧迄个英和的迄个更新医院，伊是一个骨科医师，伊叫罗医师。伊咧更新其实有足多的难处啦伊咧遐受到真多的打压有时咱看，有时可能伊嘛少年甲长官比如讲科主任，也是有时无共款的意见。少年人总是讲话，就会较冲，较拼，较敢讲，有时就甲人有一寡冲突，伊的身心嘛遭受真大的打击，所以
伊就伫即个过程当中呢，伊其实得着忧郁症。我阁带伊去看过咱之前李信谦长老伫咱遮，伊是迄个青林长老就知精神的迄个受到打击，所以有一寡即个忧郁，嘛捌想要家己伤害家己，所以低潮足久的，无法度阁徛起来。一段时间伊嘛无来教会，嘛离开小组，但是阮有一直甲伊联络。伫即个过程当中，伊太太就一摆敲电话互我，阮先生吼，即马真无好，你会当带伊去互医生？我也建议讲无来看医生好啊，所以我就带伊去看信谦长老。信谦长老伊当阵是家己去开林拿口，伊开一间迄个叫做睡眠中心啦，啥物，当嘛袂记哩啊。伊就伫遐家己开一间诊所，我就带伊去看2遍。伊讲伊的病情是真严重。后来慢慢，伊有较好势，但是较好势无讲完全。伊就搁去要投履历，后来无做啊，就无你用何更新做。投履历，伊嘛有来问，要去投履历，去投迄个新庄有一个叫省立医院，大家毋知知无？迄省立医院，有中心医院，台北市中心医院，台北市立和平都是联合医院啦，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后来伊无去新庄，后来我甲建议讲，你去和平医院，因为中心医院较边啊，和平医院较我迄个和平西路遐嘛，中华路和平西路遐。后来伊真正去遐，但是伊去遐有好势嘛，无好势。规工嘛是细念，讲拢无互我做医生，规工叫我开会做记录。伊真无好势，但是我讲我也甲讲你慢慢等待，先做记录，毋免赶。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这个咱讲迄个荆棘的道路，充满困难。但是上帝甲引带，互伊一条全部换新的医生的这个道路。伊即马是一个真使人尊重的一个骨科的医师，因的病院，甚至院长甲互伊看的这身体无好势，迄个咱讲这要叫啥病患啦，伊拢感觉拢对伊有真好的回应。伊伫遐即摆嘛真好，所以我会当看去讲，耶和华讲咱的意念上帝的意念毋是甲咱的意念毋共款，伊的道路嘛毋是咱讲的道路，伊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伊的意念嘛悬过咱的意念，所以咱伫遮咱会看去，有时咱家己的想法，是毋是上帝旨意无定着？上帝引带才是真正。即马看顶礼拜才看去，就是哥林多后书，昨昏啦咱读经的进度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章，伊就第1章就写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甲兄弟提摩太，后壁佫有，我是讲伊伫第1章第1节就讲奉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的旨意毋是讲看到咱迄个和谐的成就，有当时伊是照着咱不完美，有纷争、有争论、有分歧的时，带出更较大的计划，甲即个效果出来。是巴拉巴的恩典，伊嘛是伫平凡中的中心，搁保罗的恩典嘛是伊一开始无去用感觉讲伊是不配
去用呼召的，但是上帝耶稣甲竞选，马可的软弱，嘛是真做未来上帝伊动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去看，咱要因为信，互上帝来甲咱劝告，领受上帝的恩典，咱要享受耶稣基督互咱的救赎。所以咱就爱向前行去传福音。哦，我要来放一个小小的影片哦，这是阮太太，伊拢伊虽然有请因遮的迄个外佣印尼，但是伊若休困，阮就爱请迄个长照来甲看。那长照拢是咱台湾人，若大概叫台湾人，伊就会甲传福音，伊就会甲讲，咱来看者。我头翕的，伊毋知啦，伊即摆伫后壁，伊搞不清楚哦。伊完全伊嘛是你看边啊，伊根本都毋知伊伫顶讲。明天就带你去信啦，哦可以去信永光教会。哦，永光教会。对，我们家你是永光教会。隔壁条巷子哎。就到了。隔壁条巷子到底走路到底到对面就看到永光教会。那你可以自己下楼梯嘛，这就是，伊就一直介绍咱永光教会，就若看到无共人，看到共人无共人，伊就会讲啦。伊看到共人，伊嘛袂记哩啊。所以伊就拢会一直讲，一直讲吼，你就爱来教会，你就爱来教会，你就来教会。所以我有去读一本册叫做《天路历程》啦。迄个作者就是约翰班扬，这本册是咧写吼，伊的主角就是咱基督徒，伊就是要迄个名叫做这个沉沦的一个城市，伊要出发去甲上帝的城市。伫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讲咱去派真济重担。这个重担是啥？重担就是讲咱的良心，有当时咱做无好势，咱有罪，咱有迄个惊吓，心内有真济担忧也有真济操烦的事，重担拢缀伫咱的身躯顶悬。伊就要去找要安怎解脱这个方法。伊就行到一个叫律法的山啦，律法山。过去以色列人拢是去拢爱遵守律法，诫命，这个物件。伊就去想讲我就去遮，我就得到自由，我就得到解脱。但是伊感觉伊搁较绝望，所以伊就一直行。伊来到倒位？来到十字架的下骹。伊来到十字架下骹，伊就感觉伊顶悬的重担，规个拢放落，身躯的重担拢摒落伫山骹去遐个重担，哪像讲咱讲的，迄个掉入一个迄个坟墓内底，迄个坟墓内底，互咱看袂见，所以咱拢袂去看到。这个重担伫咱的心上，这就是甲咱讲，上帝的旨意要爱咱人行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毋是靠家己的才调，靠家己的行为会当来得救。若是上帝的恩典，是咱基督徒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相信上帝的恩典会当除去咱的罪债。上帝的恩典会当伫咱中间，毋是因为咱做啥物，是因为恩典要安怎白白要互咱，这是因为上帝疼咱啊！上帝疼咱，互咱永远活伫上帝的旨意当中，经历伊永远丰盛的恩典。大家有阿门吗？所以咱爱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有时咱看去有一个脉络可循我先看一个时间。
我阁剩5分钟啦，什么是上帝旨意？有一个脉络。我会记得我阮后生何友生，伊要考试，伊要考，伊咧大四的时阵，其实伊以前考大学就想要考医学院啊，毋过无拍算，无遐贤就大学3年4年的时阵，你读大学4年的时阵，伊就甲我讲，我要来考医学院，要去考迄个学士后医学。我会补习，伊讲伊大四就要去补习所以伊就讲要补习1年。要补习你知影学士后医学系是爱做兵了后才会当去考。姐妹伊就好伫遮咱若迄个姐妹毋免做兵嘛，伊就会当去考。但是查甫的一定爱做兵了后退伍了才会当去考。即摆拢然后7月考毕业6月，7月外未赴所以我咧想，毋过你补习了，毕业了，你嘛无法度考你著爱过1个年，你爱做兵退伍才会当考所以我就安尼甲问，但是呢，我就想的讲当阮太太有即种迄个病算重症重症病患。我就去查迄个法规我去查，哎呦，有重症病患可以申请迄个叫做补充役，叫做2礼拜就好我就去查，哎呦，有即种的会使哩我就无拍算，我就想讲好，我就敲电话去公所，迄个中和公所，我就敲去，接的迄个人哇，声音我足熟的，你是？某某某人讲嘿你会知？我听声音我就听得出来，伊是咱教会兄弟啦。咱家己想咱教会兄弟伊就伫遐拄好兵役课，伊拄好咧兵役课内底。我讲我就甲即个情形甲讲，用安尼安尼会使我讲好你紧甲阮办一个办要紧互伊即马当时毕业要去做兵，你紧甲阮调去做兵啦！哇，真正迄兵单一捆就来你毕业无偌久，兵单就来做2礼拜，去宜兰做2礼拜。其实这个时阵我就知影考会调知毋知？我就感觉这是上帝旨意啦。因为我有进前就有甲讲，你安尼做兵退伍袂赴你补习1年，搁过1年，哇！你补了就读册就拢冷去咧，免考会调。即摆我就感觉，即个人伫遐，我卡去，搁伫遐，安尼就稳咧。所以我感觉足稳。所以迄当阵，我就感觉，这上帝旨意。我甲佑生讲，你会调细声讲，毋敢大声讲，咱人总是爱谦卑嘛所以我就细声甲讲，伊讲哇，我讲你会调。无拍算就去考的，哇！第一遍差0点几分笔试过了。哇，0点几而已就去达到那个门槛。结果面试差0点几，总分差0点几，去考着，就安尼就过其实有够无？无够，上帝旨意伫当中上帝旨意，上帝恩典，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咱伫这个过程人生的过程道路当中，其实我有足侪见证。我等下第2场我讲无共款，你若要搁听，会当搁第2场过来。所以会当继续搁听落去。所以咱会当来思考，为什么咱爱读圣经？为什么咱爱祈祷？时间要到我都讲者拢是爱靠圣灵的引带甲带领。所以咱爱彼此来查验自己。顺服伫咱的信用，顺服伫咱的倚靠，这个上帝应允是永远袂改变，一步一步拢是上帝恩典，这一生拢是上帝祝福伫咱当中。所以咱等下要来吟这首的回应诗，就是恩典的路，
咱等下咱做伙来吟，请大家兄弟姊妹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稳定的路》。咱用渴慕的心，咱用一个仰望上帝的信心，甲咱同在，互咱的生活充满稳定，互咱的人生充满稳定。咱做伙来。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深的，拢有你的保护，路途只有你，叫我搁你把我，永远无变的应允，一生的路充满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阮的。路，你的行，你的手，条条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的路。你的行，你的手，牵我行这人生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深的，拢有你的保护，路途只有你，叫我搁你把我，永远无变的应允，一生的路充满祝福。这是阮的路，你的听，你的手，条条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的听，你的手，让我行这人生的路。咱仰望上帝，时常甲咱同在。咱有软弱的时，咱有困苦的时，咱就常常爱听探上帝的话，咱就常常爱去查验上帝的旨意伫倒落。咱的仰望总是伫天里，咱的伫地里，咱也袂想伫天里。所以咱伫地里安怎，咱伫天里嘛要安怎。所以仰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信仰当中抓好在。仰望的上帝，互咱的恩典满满拢是，毋那是伫咱的成就，搁较济是伫咱的家庭，搁较济是伫咱的信仰当中，咱的一生的道路拢会当行入上帝的顶面。伊的道路是咱永远的道路。咱过来吟一遍。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深的，拢有你的保护，路途只有你，叫我搁你把我，永远无变的灵魂，一生的路充满。咱做伙举手来敬拜，一步搁一步，这是阮的路，你的听，你的手，条条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的听，你的手，让我。
稣，阮感谢你，感谢你，阮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你的圣殿当中，阮来敬拜，来学罗你。祝你的圣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伫地，互因出是入，拢有信心的同在，互因的生活会当真做活活的见证，互因的生活物质的生活，拢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你的甜蜜，互因的丰盛会当真做芳芳的做。感谢主，你互阮一生会当所有劳苦的重担，拢会当放落，会当互主你来承担，互阮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真轻松来过着每一天，会当真喜乐，会当真平安来行上帝的道路。感谢主，今仔日甲阮同在，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请坐，事工分享，邀请国宾长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虽然是牧师去美国的所在吼，伊愿咱到圣殿做来敬拜上帝。这是我来事工的分享。这礼拜咱读经的进度是哥林多后书。2章第5410月初5吼，咱做伙来念红的字是用台语啦吼，黑字是用华语，咱先念台语，请。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人的中间，阮正做基督的香味献予上帝。好，来，咱过来华语搁念一遍吼，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2章15节。咱这礼拜进度是哥林多后书第2章甲第8章。
这是牧师伫美国所在甲恁请安的影片，咱来看一下。各位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来到美国，神很恩宠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带祷守望。那我们接下来要跟一些的牧者要分享我们永光教会的事工。这是神赐给我们永光教会一个非常美的产业。我们在美国这里也时常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守望，上帝保护守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对，而且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充满喜乐、充满能力的哦。因为虽然我们距离很远，但是我们的祷告，上帝听，而且上帝拢跟咱同在，和咱家庭、教会拢得到伊保守。阿们。阿们。平安。非常想念大家。平安。平安。好来，咱的亚华礼拜哈，咱是伫11月23要去亚华礼拜，要去这个历世界所在所以今仔开始，咱就会来开始来报名啦星云一个人就1000块这是早鸟价好行学生大学以下是800块钱所以咱报名到11月初2就要来恢复原价所以咱若要早鸟价，就是伫11月初2以前来报名咱的小组长也是你若无参加小组，伫咱后壁交代倒个所在，也会使来报名咱赶紧来报名咱看一段影片。请咱赶紧来报名来，这礼拜咱的左右辅助的同工，咱有迄个备课，下晡1点，伫咱4楼所在请咱这辅助的同工伫遐备课。咱的儿童5班，咱这礼拜六要开课所以有飞鹰班、小熊班、小兔班拢会使来报名。接下来来看咱星光学院星光学院讲有咧教机器人老师拢教机器人所以这学生足趣味足趣味来学所以咱若处理有小6以上的这学生，拢有当上来这个星光学院来上课啦好，咱的牧师是9月30甲10月17中间这拢美国南加州甲圣地亚哥受邀请台湾人的教会伫遐来分享这咱教会的事工，休假的期间，咱有重要代志真正无客气来甲我讲啦继续关心咱教会迄个中央的冷气要来换新啦本来是12月要施工
但是你知12月咱圣诞节是咱教会诶，教会时间真正济啦吼，所以可能会延到明年1月较来时间啦吼。工程款大概要400万啦吼。目前到顶礼拜咱的奉献有954923块，咱会当佫继续来关心教会这个冷气来换新这个时间来大岛奉献。咱大岛有庄金凤姐妹啦吼，李金耀、邱信志、王翁必须咱为着咱这机体的软弱来大岛。咱的教会网站，咱嘛会使来连接啦吼，来使用。好，咱这是请咱起立来吟这首诗，互相来请安。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愿信心来相伴你，愿望大归到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门更这里，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门更这里，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好，咱议员起来，咱请赵明长老来干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悲、信心的感动，甲咱正三个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到永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咱第一堂的礼拜暂时到这结束，请坐。